继续来到新北市的新庄，昨暝远景咧巡逻，发现一个嫌犯挂假车牌，要甲查车来临检，结果对方是马库来冲撞到警察。警察看状况危急，上准这个嫌犯的车头连开13枪，伊才乖乖来配合。尾仔警方伫咧车顶敲出着毒品，甲人移送法办。辅仁大学就伫咧附近，有袂少大学生出门买宵夜。 看到这个开枪的场面，拢着青惊。警察巡逻发现一台黑色轿车行为怪怪，爱驾驶随停落来，对方煞吹球门弄警察。趴下！先快上号！两位警察紧夹枪，就惊嫌犯抵抗，高步冲刺，虽然煞甲车身开13枪。左边！代志就发生伫咧新北市新庄中正路，昨暝10点多，街路传出声音，边个是辅仁大学，真侪大学生出去路口买宵夜，看到警察派人伫咧烧肉，拢行个软脚。他倒车撞到车的时候，我就先就是把枪拉滑套，就是警戒这样，加上后续他又朝我的方向就是冲撞过来。44岁姓陈的嫌犯犯毒品案，被发现判关25年。去年7月，当甲消防放出来，12月先伫咧邦桥技术临检，家己去弄到路边的轿车互压制，这边个倒假车牌拄到警察咧临检，走互警察录。辅仁大学就伫咧斜对面，警察录派人录20公尺，开13枪，弹到嫌犯的轿车板把含头前脸，一直停落来乖乖配合。旁边很多学生在路过，这样怕他说他如果是硬要跑，他会去冲撞，就是从人行道这样冲过去。嫌犯食刀单判25年，即马搁伫咧甲小说技术配合，无够1年两摆犯案，车内底搁互超到丧失烟弹、原料含毒品。警察伫咧叫可能食毒洗车，这些嫌犯假设可能互撤销，都要搁登去笼仔内好好反省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